根據一本喺2020年美國出版名為《Social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in Older Adults》嘅著作裏邊，書入邊所提及到嘅數據顯示咧，對於美國50歲以上嘅人士嚟講，由於社交孤立而帶嚟嘅孤獨感咧，會令到佢哋增加50% 患上失智症嘅風險。隨之而來嘅仲有中風風險增加32%，同埋患上心臟病風險增加29%。當然啦，仲有其他各種各樣唔同嘅疾病。從呢啲數據我哋可以睇到咧，孤獨係影響長者健康嘅重要因素之一。咁樣到底點樣先至可以令到人退休之後唔會感到孤單呢？我最大嘅 companionship 咧就係我好中意分享嘅，我希望係好多朋友圍喺我身邊，即係大家分享大家嘅興趣，大家一齊做運動啊，或者大家一齊去唱歌啊，或者去啲中心幫下啲老人家咁咯。好啊，各位好啊，好耐冇見啦，係啊，歡迎歡迎。係啊，好快1年。喺香港出生嘅馬秀端女士 Josephine 咧，其父母喺佢細個嘅時候咧，就經常出席同埋支持各種類型嘅慈善活動。喺佢6歲嘅時候，有一次媽媽參與咗一場慈善粵劇嘅演出，從此之後咧就令佢對呢一門藝術產生咗濃厚嘅興趣，仲同粵劇結下長達60幾年嘅不解之緣。我今年咧啱啱2月就77歲啦。我以前喺香港嗰陣時咧，因為我媽咪都係嗰啲慈善機構嗰啲善長嚟嘅，咁佢哋又年年都有做嗰啲慈善粵劇，咁我由細到大咧就好中意睇大戲嘅。咁到咗11歲幾嗰陣時啦，我哋個個放親暑假，屋企都要我哋去學嘢嘅。咁就叫我哋學琴啦，咁我話唔好啦，我唔中意鋼琴，就挨咗好耐。咁我媽咪咧卒之都俾我學粵劇啦。咁當時咧就係拜咗一位南花旦嘅師傅，咁就叫譚珊珊師傅。從小就開始練習粵劇基本功嘅 Josephine 咧，單水袖呢個功架咧就練習咗1年。到12歲嘅時候咧，佢加入咗中英演藝學會參演咗話劇。後來16歲咧，仲去咗英國度留學添。學成歸來之後咧，佢喺香港一直都有用業餘嘅時間參與慈善粵劇方面嘅演出，幾乎從未間斷。同一時間咧，佢進入咗航空公司工作，一直到迎嚟人生另一個轉折點。咁啊，後來到咗我父母都移民啦，我兄弟姊妹都移民啦，咁我就喺1988年差唔多係聖誕嘅時間就移民過嚟。咁本來咧就諗住，哎呀唔做嘢啦，嗰陣時都40歲到啦。咁但係佢哋就話唔好啊，呢邊如果你冇醫療保險就好困難啊，你有咩事咁我諗住不如轉下啦，做下啲對社區啊或者長者可以有啲少少貢獻嘅工作啦咁。後來喺機緣巧合之下 ，Josephine 加入咗安老自助處，專門為灣區有需要嘅長者提供服務。佢從職業訓練顧問一直去到基金發展部主任，一做就30年啦。咁佢初同我哋安老自助處做工，我請佢咧就係做職業訓練嘅，做顧問嘅，即係專係同我哋啲新移民揾工，同埋我哋訓練佢做護理啊，做 housekeeper 家政啊，同埋其他嗰啲項目嘅。咁我見阿 Josephine 做得咁好咧，咁就又即係知道佢係喺香港一路係業餘做大戲嘅，咁啊請咗佢做我哋基金發展部嘅主任。由於發現好多移民嚟美嘅華人咧，其實都好中意睇粵劇，但幾十年前咧，粵劇表演喺北美地區咧就唔係好盛行嘅啫。民眾可以接觸到呢門藝術嘅渠道咧，亦都唔係好多。所以安老自助處行政主任 Annie 鍾月娟女士決定將粵劇定為該機構1年1度嘅籌款表演項目，令到更加多嘅華人即使身在海外，亦都能夠欣賞到正宗嘅大戲演出。而因此咧 ，Josephine 亦都成為咗北美著名嘅慈善蛋后。即係真係，因為大戲係一個好 specialize，即係咁變咗佢係有一班
影迷啊，係咪叫做真係有啲 fans 嚟嘅，好中意 Josephine 嘅。除咗喺演出上力求完美之外咧，Josephine 對待工作嘅態度咧，亦都非常之認真。尤其是當發現身邊嘅同事需要幫助嘅時候咧，佢亦都會第一時間向對方伸出援手，同埋分享佢喺職場上嘅經驗同埋知識。即係本來我咧就係冇做文書咁多工作嘅，咁我之後就話：而家我開始要做呢啲嘢點啊？咁佢就話：你咧要學識點樣 send email professional 啲嚇 formal 啲，就唔好隨便喺度講咁就得啦。咁呢啲佢亦都係教咗我哋啲後輩要點做咯。咁呢樣我係好感恩嘅嚇。同 Josephine 曾經合作共事超過10年嘅 Nance， 喺佢嘅眼中嘅 Josephine 咧，無論喺同一時間處理幾多個項目啊，佢總能夠將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條，總時常可以預早提醒同事需要注意嘅事項。就以粵劇慈善演出嚟講啦， Nance 認為 Josephine 又要兼顧舞台演出，又要主導策劃籌款嘅活動，但依然數十年不變，堅持認真對待每一項工作。喺我印象中，哇！你瘦細粒、瘦瘦地喎，哇！你咁好精力嘅，同埋咁我有時同佢講，哇！你做大好辛苦嘅喎，咁樣佢哋孭嗰啲嘢咁重，咁佢又真係做得到嘅。佢同埋做戲嘅時候，我見到佢係從來咧每一個環節都唔會欺場。Josephine 熱愛粵劇，亦都熱愛佢嘅工作，但亦都時常樂於助人。而好多時候，佢唔單止要出力，仲要出錢。好多人咧就話：你年年為人哋籌款，係咪你自己係扣除翻晒你自己嘅開支㗎？咁你可以問下鐘姑娘嘅曾月娟女士啊，我係1分1文都冇喺佢哋度扣除嘅，係全部係我自己做義工。自己去買晒所有嗰啲需要嘅，譬如好似台田幕後嘅景啊，啲眾人服裝啊嗰啲嘢，所以我而家都要自己出錢租2個倉去等嗰啲嘢嘅。我嘅宗旨咧就係想真係以籌款嘅名義咧，由我自己嘅興趣咧幫到呢度嘅老人家咯。就咁樣一直工作，直到2年前 Josephine 75歲嘅時候，佢喺安老自助處退休。但退休之後咧，佢依然擔任機構嘅籌款顧問，每年仲喺香港同埋三藩市定期進行演出。佢認為做到呢一啲啊，首先一定要有健康嘅身體，唔好淨係掛住坐喺度睇住個電視，一定要起身喐下喐動下。就算你唔出邊咧，喺屋裏邊都行1個鐘頭，起碼係啦。如果有可能嘅，即係我自己啦，我都仲去游水嘅。Josephine 話：而家嘅生活就係佢心目中最理想嘅退休生活，因為佢繼續可以每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，自己嘅興趣，經常同朋友相聚，所以每日都過得好開心、好充實。我撥出咗一部分嘅時間，仍然係幫人哋啦。咁我又自己做到我自己想做嘅即係譬如返香港演出咧，因為如果我係做工咧，我就好難有嗰啲時間去籌備咁多嘢咯。同埋我有陣時又可以嚟同啲長者一齊玩啦。咁啊，我自己啲朋友又可以見多啲啦。咁又可以為咗我個腦唔好咁遲鈍咧，就去麻雀耍落下啦。我希望我青春幾歲啊？而家我後生1947年出世㗎啦，冇呃你哋。去年12月先至啱啱喺香港紅磡完成咗一場大型粵劇演出嘅 Josephine 翻嚟之後咧，又馬不停蹄咁繼續幫機構策劃籌款活動。嗱，閒時每個星期咧，仲要同一班志同道合中意粵劇嘅朋友一齊練曲，一齊做運動。咁到底係乜嘢嘢啊，可以令到佢一直保持咁有活力呢？我個秘訣咧，同埋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咧，最緊要係保持身心健康。即係有困難嗰陣時咧，唔好諗到去嗰啲 negative 嘅，即係越掘越深嘅，轉晒入去嘅，就應該盡量放鬆，諗下點樣可以解決。冇一樣嘢我相信係唔可以解決嘅。咁你保持心境開朗咧，咁唔使諗乜嘢嘢。Josephine 選擇將年齡呢個數字拋諸腦後，佢認為年紀咧唔係藉口。總言之，我覺得年紀係唔係一個問題，總言之健康就係最緊要。就唔好成日都諗住話我而家年紀咁大啦，呢度又痛，嗰度又痛，
啲仔女又唔理我，剩翻我自己個屋企唔緊要嘅。你側邊咧係好多人其實想同你做朋友嘅，只要你開聲，你肯去發掘邊啲人同你相同嘅興趣，你一定揾到你人生嘅樂趣。從小時候堅持學藝，成年之後認真工作，到退休之後依然熱心公益，堅持回饋社會。Josephine 喺人生裏邊每個階段都堅持盡自己最大嘅努力嚟做好每一件事。就好似喺香港演出嘅時候，就算因為政府規定長者票價要折半，甚至會虧損都好啊，佢都依然樂意做好每一場表演，只因為佢希望可以俾中意嗰啲粵曲嘅朋友、長者開心。幫到人係一件開心嘅事咯，係啊。咁我細個我媽咪爹哋已經講啊，佢話最好你有能力可以幫到你身邊嘅人，同人哋分享你所有嘅嘢，因為唔係個個都一樣係咁幸運嘅，盡量幫助人哋，助人為快樂之本。Josephine 從事長者服務30年，到而家佢自己亦都去到世俗意義下應該被照顧嘅年紀，但係佢依然充滿活力，依然關心同埋體貼身邊每一個人。最重要嘅係，佢依然堅持自己嘅興趣，做自己中意做嘅嘢。喺佢身上，我哋真係可以睇到年齡只不過係一個數字，退休生活依然可以有無限可能。